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几个月以来经过风风雨雨，第7号暗时电话民调过后，8号中昼结果总算出炉，由黄伟哲以41%的成绩领先其他5位参选人。对着这项结果，黄伟哲感谢选民支持，强调台南是民主圣地，台南市民的民主素养上悬。就算初选过程竞争激烈，希望有信心在大选时，党内同志甲选民会团结。民调第2的陈廷辉感谢选民陪伊行过所有外乌攻击，表示这场选战虽然变调，但犹原行落去，并且把过程当作是磨练甲考验。在民调第3的颜顺者认为是家己努力无够，同时恭喜黄伟哲赢得初选，希望伊会当为民进党拍赢年底市长大选，并参考其他参选人提出的市政愿景，建设大台南。王定宇表示，伊将家己要实践的想法甲做法，在初选过程当中努力表现，市民做了选择之后，就做伙为更加美好的台南努力。对此，叶宜珍也透过新闻稿表示，已经尽力努力过，将会尊重制度、尊重游戏规则，接受结果。台新闻综合报道。前台南市立法委员高书博伫咧民族路甲金华路的交叉路口挂出伊第1面的看板，写着“师伯不赖”这4个大字，来表达出伊想要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南市长议员。同时，“师伯不赖”这4个字当中也藏有示赞的意义。高书博借着介绍看板的记者会来做出详细说明。当初我们在发想这个“师伯不赖”的时候主要它有4层的意思啦，好。那这4层意思我分别跟大家讲一下哈。第一个是我不赖哈，这个事情我想大家都可以解读得出来嘛。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择或不错的一个选手哈。那第2个层次呢，有些媒体朋友也非常聪明的已经在这个今天也猜到哈，就是不赖神的意思哈。那不赖神当然大家。我们这个看到过去民进党这段时间的初选啦，有些我们也大家都是熟的人啦，那这个除了这个李俊毅委员之外啦，几乎可以说是人人依赖。我是选手，那当然很好，那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人，那我也会觉得我们也愿意去支持人家，所以就不赖皮。最后一个大家都知道在台南选举，代表蓝营来选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一个不赖是不赖蓝绿，好，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依赖蓝绿现存的这种结构，要行出一条家己政治新的路线啦。高书博表达出要参选台南市长议员，但同时伊伫咧接受访问的时阵也表示，伊尊重国民党的遴选机制，嘛呼吁国民党应该爱伫咧3月底进前，就爱整合完成。决定好台南市长，国民党要推派人选，安尼国民党的支持者才袂分裂，才会当团结起来，也才有机会将台南这块绿地来变做蓝天。台新闻网只好张伟忠采访报道。选定3月8号上午凌晨，市原参选人林书记伫演华宫朱玉等支持者的陪同，正式伫民进党市党部完成初选登记。会中林书记除了感念竞选团队所成员的陪伴奋斗，嘛强调登记的迄刻，深深感受责任重大，一定全力以赴，先争取党内初选胜利。非常感动啊！今仔日上会，上会团结，来支持林书记。伊个着阮永华宫阮主任委员的陪同，来市党部来登记着咱民进党这组议员的初选，咱感觉责任非常的重大，参选并不是权利的享受，是责任的承担，书记来拍拼。
来争取到党内初选的胜利。其实，伫初选登记进前，一透早伫市商会，包括一个理监事、各工会理事长甲顾问团的陪同，嘛共同向外界推荐林书记。特别是市商会会馆大楼开千外万整修的霹雳甲担当，互商界拢相当钦佩，嘛上好营造商界团结支持的气势。商界大团结，支持林书记，赞！第一，伊有魄力；第二，伊的法度来改造、来改变基层对市商会迄个向心力。台南市目前有120几个工会，那么咱理事长拢伫因的会员大会拢亲身行到，这对一个会人的向心力，会当讲也非常的好。所以讲，今仔日有遮尔济的好朋友，大家站出来，也要来推荐林书记理事长来参选后一届的这个议员，有伊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伊最近这个咱商业大楼的整修，这是前到搭10当来，大家理监事、各界理监事、理事长拢咧计划要做，拢计划要做，会拄来到伊任内，较加完成，较加一年。所以伊这就是伊的魄力、伊的理想、伊的担当，所以会当将这个代志开千几万的代志，伊有法度来一秒。介主要，伊有伊的理想，像讲咱这个商业会这个土地，伊嘛计划要甲市政府买，含市政府伫咧谈。所以伊做这个代志，互咱这个商业界大家拢有看到。所以咱台南市商界会使讲，大家对伊真钦佩、真敬重就对啦吼。为了林书记嘛讲，心灵上大寄托的樱花宫上香，向新民宣誓，将清清白白参选，争取台南乡亲服务的机会。嘛，得到主委杨宗保等信众的热情支持，需要马上把时间进行车队游行扫街，向所有南区甲安平区的乡亲来拜托，有信心反转地的建设比边缘化的无公平，沿路受到民众热情欢迎。电视新闻顾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选第3月8号良辰吉日，市原参选人陈宗明伫竞选团队甲支持者陪同前来市党部登记初选。嘛，因为今日是妇女节，陈宗明特别准备鲜花，感谢一路行来辛苦陪拍选战的家后等姊妹助选团，嘛有辛苦的选战甲正派团成的当选社长，给了温馨的一面。正派团成，陈宗明，看好英通。那经过这次的参选，我体会到很多我们的永康地区确实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尤其未来的永康是要进入很大的改变期包括炮校迁移、铁路地下化以及轻轨捷运，都是需要更多去监督。那我更有一些使命感，就是要完成我们以前的前市议员郭国文，我们的劳动部前次长郭国文先生他的一些之前的政见。除了他之前他的政见，除了我在他服务处当执行长在追踪以外，那本身我还有继续的要 follow 这些的政见，甚至要把它完成对我们永康的居民未来会更好。另外，参选南区甲安平区的议员参选人林志文，嘛伫喜北、东安丁里长以及陈天辉北区后援会会长的陪同，前来党部正式登记，希望用伊的政治磨练甲服务将近10档的经验，扩大争取服务机会，会中当选声不断。非常欢喜今仔做者里长，甲阮的是后援会干部裴志文来完成这个初选的登记。我想给他登记正式完成，表示讲正式要开跑冲刺，最后的冲刺了我望讲咱的乡亲时代会当甲志文搭下手，明调甲志文搭下手，会当有志文有机会参加的大选，来替大家服务林志文
恳求大家，拜托大家。根据东部统计，前2天登记参选的只有4位，配合这天一直到中昼记者查稿为止，已经有15位，会让看出党内竞争相当激烈。但新闻顾问局郭国义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带动溪球地区的活动风气，淡水公所结合溪球图书馆，在去年推出书海骑兵的活动以后，今年再推出第2波的数位录读，用借册集中的方式，让参加的人会当享有3种好礼，包括整理的书签、图书礼券、甲文创礼物的抽奖，借此鼓励民众多多阅读。那今年第2波呢，我们推出的是。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4季阅读的活动。那我们喜树图书馆因为位在喜树，那我们特别做了这个磁铁的书签。那如果说你能够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会有喜树不同的4季风情的这个磁铁书签可以提供给您。那这是第一层的活动。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参加我们的集点。那你集点如果集满的话，我们还会可以参加我们的摸彩。那我们第3层的好礼呢，就是如果你在今年的12月20号以前就完成了4季书签的收集的话，可以参加我们喜事文创商品，包含了像我们的阿嬷鱼包啦、竹箔的竹椅等等这些文创商品的一个抽奖。这次的书签采用溪球地标万丰宫图书馆、黄金海花甲溪球老街作为主题，不但结合在地风情，也推广地方的特色，同时达到在地文化甲活动推动的意义。但是们扎山林根参不到。经典杂志甲台南市文化局合作来举办着摄影展，今年已经迈入第4档。每一届展内展出的作品，拢是精选，也带予咱台南市民大大的思考空间。想看卖要用安怎的态度来面对生活、面对环境。对此，文化局副局长左亚金除了肯定，也讹落着经典杂志这20档来用心的报道。这样3个系列的展出呢，其实每年都受到非常多民众的喜爱跟肯定。好，那这个也是代表经典杂志呢这几年来他们念之在之，非常努力的，就是希望可以为台湾这块土地带来更多更好的启发，那跟更多更好的这个想象，好，跟未来的力量。我想这个是经典杂志作为一个杂志，它在这一块领域的努力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杰出。在这里我也对这个王总监感到非常的这个敬佩。从远古到文明，过去经典杂志虽然20年来一直在努力在做，但是我们去年就试着将过去在十几年来新的考古的发现做有系统的爬梳跟整理，然后我们再连接到我们同时在全世界采集的一个世界蓝图台湾愿景，也是在每个国家里面很好的事情，比方说奥地利的继子教育，比方说丹麦的一个快乐生活，比方说挪威的幸福方程式，比方说韩国首尔的一个节能减碳。那这样的概念上，当成是我们台湾可以学习或创造或达成共识的一个目标。经典杂志摄影展以着关怀土地、纵观世界的系列影像作为主题，
定期会伫等到3月18号为止，也欢迎介意人文艺术的民众做伙来到文化中心户外广场来看展。台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一般去理发店电头门，拢必须使用药水辅助。不过现在有一款叫做无药水分子雕塑烫发的技术，采用的就是一般会当啉的水，不但唔免经过冲水、软化甲试卷的冰术，而且较袂伤头毛，连起来阁相当自然，造型同款会当维持真久。它是用什么原理？它是用水的气流，它里面有13种的那个矿物质，它让水跟水的中的对流，然后气流让头发形成有卷度。好，这是一个最新的技术，这个是从这个研发的应该是大陆研发的，然后由我们大花华品代理，然后代理这个水分子烫发。因为网络很多都是说啊，加洗发精啊，加药水啦，第一剂要抹的要抹什么？抹的是药，第一剂是抹第一剂，然后那个烫完的时候也是用第二剂。那这个是完全没有的，真的是我们用水就可以做出来的东西。这项技术其实来自大陆，在去年11月份被美发代理商引进台湾，现在透过专业老师到全省美发机构进行授课，希望将这项环保无毒、更天然的技术推广出去，俾更较侪人接受。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